今次特朗普恐怕係竹林打水一場空。最新消息，央視新聞都報道咗，特朗普對外宣布，委內瑞拉臨時政府將會向美國移交3000萬到5000萬桶嘅石油。特朗普仲話，呢啲石油會按市價出售，賺到嘅錢呢由佢親自監管，確保啲錢用嚟造福委內瑞拉人民同美國人民。佢仲話已經落咗 order，能源部長即刻要執行呢個計劃。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會盡快用郵輪運到美國嘅碼頭。呢個消息一方面更加錯殺咗特朗普政府搶石油嘅目的，話要造福兩國人民，大家都明啦。大部分嘅錢肯定俾美國政府私吞，某種程度嚟講，呢幾千萬桶石油就係委內瑞拉交嘅贖金。就算特朗普能夠攞到呢個石油，距離佢原本嘅目標仲差得遠。點解？因為特朗普原本嘅目標根本唔止呢啲石油，佢要嘅係委內瑞拉全部油田。你要知道，委內瑞拉嘅石油儲量咧係全世界排第一，不過而家佢恐怕連一滴都攞唔到。攞唔到嘅原因，第一就係委內瑞拉人民唔應承。而家委內瑞拉嘅臨時政府已經擺明態度，絕對唔會應承成為美國嘅直屬地。第二，美國嘅石油巨頭對呢件事冇乜積極性。特朗普宣布入侵委內瑞拉，仲成功綁架咗人哋總統馬杜羅之後，即時好高調話要安排美國嘅石油公司入去委內瑞拉。但佢估唔到，空飛、薛法龍、埃克森美孚呢幾個石油巨頭冇一個積極。美國嘅能源部長叫大家開會，得到嘅回覆既然係要考察先，話而家入去太早啦。埃克森美孚更加直接，睬都唔睬佢。點解呢？究竟特朗普政府都幫你哋搶咗油田啦，仲唔要？講真啦，呢啲美國石油巨頭唔係唔想賺錢，而係委內瑞拉嘅石油就算平都唔係咁好賺。第一，油品質素太差。雖然委內瑞拉嘅石油多，但全部都係深層重質油，開採出嚟同瀝青差唔多，又黑又黏。加上開採又難，提煉加工咧就更難。何況美國本土幾乎冇呢種重質油嘅加工設施。第二，基礎設施差到冇眼睇。而家委內瑞拉嘅石油產量已經大不如從前，皆因基礎設施越嚟越差。如果想要大規模開採提煉，就要重新起基建，又要使一大筆錢，仲要等好耐。咁就延伸咗第三個問題，投資大到離譜。已經有預測話，委內瑞拉要回復到20年前嘅開採水平，至少要投入600億美元，仲要唔少於10年嘅時間。跟住第四個問題就嚟啦，回報低，周期長。你叫呢啲石油巨頭投幾百億落去，又要等咁耐，佢睬你都傻啦。美倫灣呢啲重質油開採成本至少50美元一桶，而家國際油價先至57美元一桶，所以利潤係好薄，甚至冇利可圖。更何況風險大到冇譜。今日你美國用武力入侵，綁咗人哋嘅總統，你敢唔敢保證未來幾年、10幾年、20年，委內瑞拉會唔會安全穩定啊？如果搞到好似伊拉克、中東咁，到處都係反美武裝，你可能連一桶油你都運唔走。所以話唔好睇特朗普而家興奮異常，話幫美國搶翻大把嘅石油。事實上，美國啲石油巨頭根本就冇興趣。今次特朗普完全係一廂情願，冒住俾全世界譴責，仲要俾美國本土